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静老师今天这个胡适虽然是震荡反弹但是金融股三大指数今日涨跌不一，截至收盘，沪指涨0.22%，收报3324点；深成指涨0.28%，创业板指数跌了0.29%。你看，就是小幅的波动，但是这个成交量沪深两市成交额达到了1.43万亿元，较昨日缩量1900亿。关键是它已经跌到了1.5万亿以下。我记得我昨天节目说了，昨天好像1.6万亿吧，它已经在向1.5万亿靠近了。为什么说成交量到1.5万亿，这个基本上就风险比较大了呢？这就标志一部分呢，就是春节前后来炒这个科技股，来炒这个哪吒2的资金已经有序的撤出了沪市，人家已经吃饱喝足走了，所以这个成交量就下来了今天虽然上涨的4000只下跌的只有1000多只，但是这个可以理解成一个反抽就是弱反弹。当然了，我一直说这两天你也不用担心它暴跌，因为毕竟还有人在维稳呢，因为对吧，咱们要创造一个祥和的良好的一个气氛所以这两天暴跌呢，就是连续暴跌这可能也比较小也可能明天往下跌一下，或者是弹一下都有可能。但是它连续暴跌你不用担心，毕竟咱们对吧，毕竟要开会但是确实孕育着风险，这个金融消费者还是要担心对吧？你就看量，只要到1.5万亿以下，那就是表示风险很大了。什么时候到1万亿以下，那基本上宣告从去年国庆一轮什么这个中国资产重估一轮什么牛市就宣告结束，哪儿来的回哪儿去。今天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板块轮动太快，板块轮动快，说白了就是割韭菜它一边号召耐心资本长线投资，一边那个板块恨不得半天轮一遍，哪有什么长线资本耐心资本的影子。今天这个券商板块也在护盘，这两天还是要小心吧。这个中国商报报道说外资银行调高中国股市评级，中国资产正迎全新价值重估过时期。2025年开年以来，全球资本市场迎来一波中国热。最近多家大型外资银行相继调高对中国股市的评级，并预测中国资产将在未来几年内迎来显著的价值重估。业内人士认为这一现象不仅反映了外资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景的坚定信心，也凸显中国资本市场在全球配置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总之这个外资银行、外资机构异口同声的唱多中国股市你就得小心了。今天还有一个新闻是新浪银行报道是最高调降50个基点，多家中小银行一季度存款利率接连下调，保息差、负债成本压降已是硬道理。近日，多家民营银行、农商行宣布下调存款产品利率，多以长期限存款产品为主，调降幅度最高达50个基点。部分中小银行5年期存款已跌破2字头，与大行趋同，也就是说5年期的这个存款只有 1.9 几。这一波负债成本调降背后，是商业银行又迎来了净息差面临剧烈调整的第一季度。这个中小银行先调这个存款利息，那么我想接下来这个大行马上也要再一次下调也就是说这个你存银行这利息越来越低无限接近于零这个恐怕是未来这1-2年或者2-3年这么一个趋势。不要说人民币存款了就是去年年底很多城商行、北京银行、江苏银行吧，还有很多外资银行，它那个美元存款利息都是 4.2%， 还有 4.5% 的，现在都调了有的调到 3%， 还有的调到 2. 点几。当前就是这么个形势但是我在这里强调一下不管它利息调到多低，存银行是咱们韭菜最佳选择，也就是最保险的选择。存银行为主根本逻辑核心思想就是保住你手上的现金流，保住你的现金，对吧？以应对这个变化多端动荡不安的这个形势，国际国内形势这次会我没注意看但是我看了新闻报道对吧？从政府层面已经承认我们当前面临的经济困难这个
让我们这样的 UP 主啊，至少是对吧得以什么沉冤昭雪啊。我们这3年来一直讲这个经济形势，咱们讲这个现象真相，但是遭到很多人说你唱空，对吧？唱空经济，唱空中国，就是说真相的人变成唱空。那现在啊，政府对吧，已经大大方方的承认了目前遭到的困难，那是不是也是唱空呢？今天啊，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视频，他就是我们的这个证券专家呀，我们也经常介绍的刘继鹏老师啊。这个刘继鹏老师应该是上一周啊，参加一个什么论坛，他的一个讲座啊，他发表了一个演讲。他这个演讲啊，是叫跨行破圈。本来刘继鹏老师啊，他应该是谈的对吧？这个资本市场、证券市场，但是他这次谈的却是咱们中国今后的这个战略方向，叫联欧联跨。大家看视频啊。特朗普上台这1个月，世界的现有秩序基本上被打乱了。特朗普就像一朵奇葩，宣布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政策，包括把加拿大作为他的第51个州，买格陵兰岛，托管加沙地带，也包括他的外长跑到巴拿马运河，因为那条运河实际上是我们中国人在管，他认为那是他的战略要地，所以像下围棋一样在选点站边。当然他第2个任期是4年，未来这4年当中国际贸易形势会如何演变，确实是值得我们今天深入分析。整个世界经济的格局会不会被打乱？当然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俄乌冲突。俄乌冲突，特朗普令人意想不到，美俄重新连到了一起。特朗普跟普京的关系引人注目，在俄乌的谈判中，他们俩就给乌克兰定终身了，所以第一遭到了整个西方世界的分裂。他的做法完全打破了西方的价值理念。包括乌克兰冲突3周年的联大会议上，我很少一起就是否认俄罗斯的侵略，但是对欧洲和乌克兰提出的谴责俄罗斯侵略，他们都投了反对票。这只是美俄特朗普跟普京联手的第一步，势必不会这一步就结束，因此要做好在4年甚至在更长的时间美俄对世界的主导力量。这次大家也看到了，就是特朗普不惜冒着跟全世界的价值理念相冲突的风险，他的理由就是说，我不能让美国不顾自己的利益在世界上揽事儿，花美国人的钱，所以他想早日结束冲突。但是这从世界角度看，他是非正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他也在压泽连斯基。美国人给你5000亿了，但是小泽不同意啊，你只给了我到1000亿美金，生产资源要100%的被你美国拿去，他不干。而且特朗普明确说，你就是一个不合法的总统了，你到年底就选下去了。这2点特朗普的意愿也都落空了。由于遭到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抵制，特别是欧洲国家，那是他的长期的战略盟友北约，加上最近乌克兰连反对党都一致认为泽连斯基在战时不能够下台，所以威信大增。所以明天泽连斯基到美国跟美国重新签协议，也就是说这个5000亿我们不承认，就是说在成立的一个基金里边要有乌克兰50%的权益，估计是按照1000亿去走。所以美俄在2人决定这届走势的遇到抵抗，那西方确实在分化，欧洲、加拿大跟日本这都走到一起了。这个石破茂最近就反复就是说，特朗普不商业利益看得这么重而且他要继续坚持给乌克兰的援助。美国2点就是川普和马斯克的这种对美国政府的改革，令人也是眼花缭乱，每天都有新的内容。这种大刀阔斧的行事风格，他们的核心价值理念就是商业利益至上，实用主义。尤其是特朗普的 Make 计划，让美国更伟大，它能不能实现也取决于这场改革。因为美国毕竟36万亿的债务和每年接近6%的赤字预算，每年都在以1万到2万亿的速度在递增这个债务。美国的债到底还还得上还不上，这跟我们外贸也是密切相连的。所以它的政府机构改革都要压缩。这个国际开发署14000人被减到了294人。按照马斯克的性格，伯利岛事件，当然还有这个诺斯克堡的黄金，这是美国的第2大黄金基地，在那儿应该存了有4000多吨黄金，那是一个陆军基地，
从成立以来，只有2位美国总统去过，其中有一个是罗斯福。前一任的美国财政部长也去看过，说黄金是在的，但是很多国家都怀疑。所以这次的黄金的检查，如果说不属实，那对于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的影响也会很大，可能对美元的汇率、对黄金的价格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当然，针对着这场政府的腐败、渎职、浪费的问题，人们拭目以待。从川普、马斯克的性格来看，现在民主党也出奇的沉默，谁都不说话。各州乱的有种示威，但是从总体看，目前这些措施美国人还是接受的。这么高的债务，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那美国衰落是早晚的事儿。所以大家拭目以待。但是特朗普本身为了本国的利益和他的经济利益，不管其他，实际上也在国际上得罪了他的盟友，在国内遭到了民主党的反对。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特朗普和这个马斯克的这场改革能不能成功，这也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党在酝酿的大的这个动作？严格说，像他们俩这样的改革，特别是特朗普这样的东撞西撞，确实是风险很大的所以一方面是特朗普雄心勃勃，他甚至还想干第3任，觉得美国的这个政府2届1换，效率太低，干不了事儿，所以他也着急。第二个呢，就是外部的势力对特朗普的打法不是很认同。第3个话题呢，就是要谈一谈普京和特朗普的私人关系对中国的影响。这个话题是很重要的。实际上，特朗普上世纪80年代多次访问莫斯科他对普京的独裁，对普京的这种体制还是很羡慕、很欣赏。所以在俄乌冲突之后，他对普京也是赞许有加，而且对俄罗斯的集权他是从骨子里认同的，认为美国这样的民主党的体制是在错误的方向上，比如发钱浪费，是越走越远。而普京呢，首先普京并不认同社会主义体制，他不是共产党国家，他对列宁、斯大林的批判，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认同，在他的讲话里是多次谈到的。某种意义上，他甚至是痛恨过去的体制。他认为他跟西方的价值理念是接近的，尽管他已经当了25年的总统，他是合理合法的钻政策空子。由于俄罗斯历史上得罪人太多，基本上不管是中亚5国，还是这次的乌克兰、波兰、捷克、芬兰，包括中国人大度没有对外讲，对俄罗斯越逼越紧。所以那就看到在这个时期，俄罗斯跟中国的联手，严格说以普京的性格他是被迫的，他甚至跟朝鲜他都去联手，所以他的价值理念是跟美欧国家趋同的。一有风吹草动，他的骨子里还是想拼命的加入西方的阵容。这次特朗普等于是给了他很大的机会和帮忙。从特朗普对普京的崇拜到这次他又帮了普京的大忙，这应该也算是患难之交了。想必他们今后还会有一系列的合作。因此对这次他们2人或者2国的这种在俄乌冲突上的这次合作是不可小觑的。当然我们如果仔细分析美俄这次的联手，从长远上看对中国是不利的。美国帮俄罗斯大忙，今后会走得更近，而政治体制的不同，这个国家根本制度的不同，又使得中国很难融进美俄，形成新的战略三角关系。普京在几天前接待了一个记者，他说过，你们把主要矛盾放我这儿错了，你们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你看看中国多大，第3军事强国，国力也强大，那里才存在着修昔底德陷阱。从俄罗斯的发展上看，它的 GDP 跟我们广东差不多，经济上这一仗又损失了这么多的资金，除了的战略武器之外，大家还记得俄罗斯的一次高峰论坛上，他说中美2国打架，我就像坐在山上观看山下2个老虎在打仗，坐山观虎斗嘛。虽然那是个玩笑，但是实际上暴露了俄罗斯这个历史上的强国和普京这个强人的政治理念。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准备，中俄的合作在这种背景下
还能走多久？一系列问题上，图们江他说要开发，图们江离入海口有14公里，两边就是朝鲜跟俄罗斯的大桥，那我们船根本就过不去。那只要把它挖开，中国北部就有了出海口，就连上了日韩，欧亚大陆桥才能真正形成。但是他就不给你开。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未来的国际战略关系，这是我们搞贸易、搞投资必须要认识到的。比如说，欧洲和中国的关系，面对美俄的关系，因为欧洲现在也有这个愿望啊。你看泽连斯基现在也跟中国建立好的关系啊。泽连斯基这次在乌克兰威信大涨，实际上也跟明天的协议，他坚持维护了国家的利益，不为美国强权。同时，欧洲国家都会看到，如果这次不是侵略，那就意味着今后这类的冲突还会不可避免。所以欧洲团结也是一致的。马克龙已经到美国去了，就是说服让美国你不能一意孤行。这俄乌冲突不是你跟美俄两家的事儿，你要求得我们的同意。还有这个英国的首相斯塔默明天也到美国去，他们对美国的心态，第一舍不得你离开，第二个你这一步迈得太大了，我们不可能放弃我们的原则。当然小道传闻我们就不讲了，但是肯定普京和特朗普默契不是短期的，这是我们在研究贸易和金融形势时必须要考虑到的。所以中国必须要建立自己的战略，比如在短期内我们要跟欧洲要走得更近一些，政策上肯定会有变化。欧洲需要中国，中国的贸易由于被特朗普这种卡脖子，也急需能够在发达国家欧洲这边打开我们的通路。所以联欧是中国下一步的一个重要战略。第二个就是联跨，就是跨国公司。实际上大公司的作用在这场冲突中容易被大家忽视，都考虑到国家关系上去了。特朗普也就是个企业家，所以跨国公司它是根据你的市场税收在哪儿，我们应该向跨国公司张开双臂，用更优惠的政策来迎接他们。当然对欧洲的关系我们也得看到，由于政治体制不同，这是个根本问题，也是最高层次上的问题。所以我们跟欧洲也恐怕是暂时的利益的结盟啊，从长远上看还有诸多的难题啊有待解决。最近几天中国对台湾问题有一系列的动作，可能这是个重要的窗口期，对于我们的国际贸易也是需要关注的。因为特朗普他就认商业利益啊，你不给我交保护费，我保护你干嘛？就先解决美国的财政困难，这6万亿债务和赤字太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会为一种虚无的价值理念去为挺身而出的。我想啊，大家看完视频之后，对刘继鹏老师啊，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刘继鹏老师在这个讲座里面，在他的演讲里面啊，不仅谈到了特朗普，还谈到了马斯克，谈到了普京，谈到了美俄关系，谈到了美国的这个债务问题，谈到了特朗普和马斯克在美国搞的这一切，也谈到了当今这个世界格局在发生变化。经常听我节目的应该知道，我的很多这个观点啊，尤其对俄乌的，对欧洲，对美国，特朗普、马斯克，尤其是俄罗斯和大国之间关系，我的观点跟这个刘继鹏老师观点就非常接近。所以我觉得这个刘继鹏老师啊，他虽然是个证券专家啊，他比那个很多啊披着什么国际关系专家的那些专家对国际关系看得更远，就更不要说胡锡进老师了。胡锡进老师每天给俄爹洗地啊，你这个你要跟那个刘继鹏老师一比起来，你就发现胡锡进老师简直是个小丑啊，对吧？不仅在资本市场说不出个所以然出来，在国际关系上那也是让人笑话。中国啊，实际上有很多像刘继鹏这样的专家，就我们的观点啊，虽然不一定啊完全一样，但是他敢讲真话。确实啊，我最近我也在讲，大国现在面临着一些选择，大国已经有那么一点变化，这个变化比较微妙，你不注意看你不知道。你就比如说吧，在这么一个论坛上，刘继鹏作为一个证券专家、资本市场专家，他居然跨行讲国际形势，完了之后讲的是大国的战略方向，关键是这样的视频还能流传出来，对吧？在网上到处都是，这说明什么？对吧？这本身就是变化之一。1年前你要这样的话，恐怕要叫去谈话呀，甚至有可能对吧，让你禁言，你破坏啊中俄关系，对吧？那
看1年前加州老师啊还在活跃还在蹦跶的时候，那这种行为是要拉出去枪毙的。但是现在对吧，堂而皇之的在网上大行其道，这个还在传播啊，这就是变化。我们看胡锡进老师啊，为什么是胡锡进老师就是差远了呢？面对特朗普的这个变局啊，胡锡进老师他不是说从中发现机会，而是纯粹是一个从俄爹的角度看，然后就是看笑话。你看啊，胡锡进老师说啊，美国和俄罗斯一起把欧洲的脸打得肿肿的，特别是美国背叛如出卖，让舆论很自然的想到欧洲战略的另一个方向大国。然后他就也列举了啊一些这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对吧，对大国的这个表态有变化。然后这个欧洲的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呼吁要重视大国的对话。对这些呢，胡锡进老师他不是说看到机会，反而像这个昨天他自己的微博写的啊，那个美国的那个安全顾问就沃尔茨啊，他把乌克兰比喻成美国的前女友啊，说乌克兰老是说9年前的那些事情。那胡锡进老师今天啊就变成他自己写的那个前女友啊，他在说欧洲啊几年前这个中欧什么贸易协定啊，说中欧2020年好不容易谈判达成双方投资协定，最后却因为相互制裁几个人被欧盟议会推翻了，搁浅至今。今天的欧盟在技术上越来越失去竞争力，新能源应用是欧洲带头倡导的，但在电动车新浪潮中，欧盟几乎出局。说进入 AI 时代，欧盟再次落伍，除了一个阿斯麦，几乎整个欧盟都在旧产业中循环苟且。胡锡老师啊，你看跟这个刘继鹏一比，那差的就不是一个档次，就完全就是烂泥糊不上墙啊！这个纯粹就是立场问题啊，就是你要通过刘继鹏和胡锡进一比较，你就很难发现，你也很难承认说胡锡进老师他是站在中国立场看问题，他是纯粹站俄爹立场看问题，对吧？刘继鹏是真正的说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啊去谈事情看问题，你只能得出这么个结论，否则你解释不了这胡锡进老师他为什么要这样，对吧？对于欧洲发生了变化，胡锡进老师他不是说看到机会，而是一味的嘲笑和翻旧账，就像他自己说的什么前女友。然后胡锡进老师啊对这个特朗普啊，不是今天宣布对墨西哥、加拿大征收25%关税，对中国增加10%关税。这胡锡进老师说啊，世界贸易大战今天中午打响了，中国、加拿大、墨西哥成为世界上第一批与美国交火的国家。一个国家对全世界，无论是什么样的战争，无论这个国家多强大，都不可能取胜。胡锡进老师很有意思啊，一边是俄爹侵略乌克兰，然后跟世界上对吧50多个国家作对，有50个国家公开援助这个乌克兰，俄爹必胜，乌克兰必败。然后这个美帝呢，特朗普现在同时跟3个国家加了关税，欧盟还没开始。胡锡进老师说啊，无论这个国家多么强大，都不可能取胜。你看啊，妥妥的双标啊！虽然我也觉得啊，这个美国加关税啊，他得不到什么好处，他也更谈不上什么取胜。但是胡锡进老师就妥妥的双标啊，就是俄爹那儿那是一定能胜利的啊！俄爹一个人对抗整个北约，对吧？还对抗全世界50多个国家，那也是赢麻了。你是不是站在俄爹的立场上看问题啊？这个特朗普马上要对欧盟加关税，对吧？这一次啊，我觉得我是支持啊咱们反击，因为这一回特朗普他是要向全球加关税，那大家一起起来，一起反击这个美国。这个特朗普很有意思啊，也不知道他脑子哪根线搭错了，他居然对那个进入美国的农产品加关税。美国是农产品出口国啊，所以说啊，这个要是其他国家都对美国的农产品也采取反制措施，很有可能这个美国的农民啊也要开着收割机啊，那农产主开着收割机啊，开着那些播种机要上街啊。特朗普啊嘴上喊着他要阻止第3次世界大战，这个第3次世界大战啊有没有阻止住咱不知道，但是第1次世界贸易大战这已经开火了。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